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今仔遐伊哪子？这，到这个所在。有两位敢若面熟，恁两个台语好无？好。啊，敢有比因两个较好？哦。啊，等一下好啊表现哦，石门是阮来啊。守护宝藏是我石门神，要为智慧爱找智慧之神。队长、小朋友，大家好。安尼我要问小朋友，你敢知影铁人三项有倒三项？球队、招标、踏车。咱来算一个小游戏，我会讲到这三项，恁就要做出上标准、上水的动作，好唔好？好。受水。受水。再来，骑铁马。哦，卡也较悬的。再来，招标。啊，那是拢共款。走到久的吼，安尼你的体力就会浪费掉，你就无法度摕金箍箍啊！你敢有想要摕金箍箍？既然想要摕金箍箍，就要摕出你的精神，也够开来，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我是好手百里队出海。欢迎光临。小朋友，来，咱来到这个所在，汉信。嘿，啊你来啊，嘿！哦，我即摆伫看这个网站真好咧。哦。伊叫做地名资讯服务网，伊就是一个地图啊，你就是点落，你就通知影讲哦，以前的旧地名，就亲像哦，咱点十指，哦，伊旧地名叫做水塘卡，内底哦，佫有真侪意思哦，爱解说。这个网站你会使去试看觅啊。哦。恁是对倒位来？中华保养。啊，恁遐敢有啥物旧地名？小珍。哦，啊，这个名咧念起来念久，敢若嘛无啥物好意思，啊，敢有改名？啊，变改啥？好修。哦，火烧庄变好修庄。对。啊，恁是读遐的国小吗？敢是？对。啊，国小叫啥？好修国小。听讲好修国小已经真侪年啊，是毋是？对。有几年啊120年。恁是安那？恁的默契才好哈。逐个人拢是火烧庄120年。哦，真好真好哦！今摆要来甲恁考验吗？好。第一关哦，有信心无？准备接招，听来卡！爱讲才会赢，三个人会一直耍位，轮着想着爱来回答。第一阵是甲恁队长合作，看到的偌济就金箍箍通摕。第二阵话恁爱甲我对决，若是赢我，咪当摕到金箍箍，准备接招啦！团队上重要就是爱合作，对不对？是。好，咱即摆哦，我看恁头前的默契就好。来简单先考试一下。好。安尼恁两个一组，那想到过年，恁会想到啥？红包。那想到水果，恁会想到啥？过来。好。苹果。差一丝啊。哎。即摆要甲恁考试的就是，我甲即个物件讲出来，恁爱甲伊的单位、量词讲出来。就亲像水果，苹果是安那？一粒。嘿，你来讲一粒。两粒。啊，你若是讲蚵仔咧？香。安尼有了解啊？啊，米粉呢？一袋。哦，安尼会使，恁知影意思啊？其实嘛无偌困难啊，就是安尼嘛，对毋对？有信心无？有嘿，因在遮有信心。我无问你，我惊甲恁。无，你有信心无？有。其实恁是毋是恁两个最想要问伊有信心无？
你问有信心？你问我，你问我，有信心哦。淡薄啊。我来哦，要考试啊哦，准备接招。西装西装一输对，来，红果一粒对，花花一束对，人一个人对，代志代志一件代志哦。对，杂志一本杂志对，赞，莲啊，咱啦一你看，你要创啊？要咱啦一粒唔对，来一粒唔是卫生纸一张卫生纸对，咱啦肉粽巴掌一罐水啦，哇，房啊一块房啊，对，加油，轮饼糕轮饼糕一袋轮饼糕唔对，一袋我都要买一袋嘛，一个豆一百度对，我那这严格啊，梨一粒梨一个对对，一个对，猪一箱滴对，加油，布布，哎，迄是一匹布，对对，迄是皮哦，卡一箱卡对，二刷，头先这第一跟你讲的，这我输唔对两题拢伫咧中间，我开头问我比赛这位，你感觉我表现好无？讲袂出嘴，我说说。讲袂出去你的心内话，就是普通。好，咱来看卖啊，轮饼糕啦，就是讲一角一个轮饼糕，还有啥物较问题？是啥物？链啊，就一链啊，一链。我要一链、两链、三链、四链、五这是链。限制。限制，限制。来，这张摕互你，等于搁读者。这是好较讲哦，买来其实表现了真好啊，真好啊。恁着着13倍鼓声者。即摆换咱啦哦，会紧张哦。淡薄啊，我嘛是会。来，咱换位。好，王威。好，第二个题目就是讲出涉水的物件。涉水的物件涉水有两种哦，一个是红色的，红色啊，的。一个是青色的。哇，这真济吼。这真济，毋过坐起来就无济啊。好，准备好啊未？好啊，听那个。青红灯。我想讲啊，哦，红色，青红灯啊，拢有啊。红色，会会。好，红色，另个。青色，青丁我讲过啊，见换一个。青丁青丁会用的。青色，青色，青色，青干嘛？干嘛？讲啊，我你过啦。红色，红笔红笔，好，再。青色，青色，空灵，空灵有这侪色。空灵有青色，足侪青色啊！树啊，手啊，好。红色，NG，红色，哦，青色，时间到。青色。青色，票啊，青色韭菜、藤时啊菜，是条苋菜、番薯叶、甜菜，大同啊！同啊个啥？高丽菜、玻璃菜，这有一部分哦，是可能私人恩怨，一定要我考青色，我青顺好啊！我规面拢青去，后摆紧咱来看卖恁摕到几题，拢总两题过关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今嘛后一个考验水来啊，准备接招，现来卡！看你安怎排，伫规定的时间内
各帮两边的人爱用形容的方式沟通，再搁照顺序甲身上摆去正确的位置。爱记住哦，形容的时千万唔通讲到顶面的字，若无恐惊会浪费恁的时间哦。这款的考验之前，我想要甲你问一下，恁平常时敢有伫用电脑？有哦。啊，电脑的部分拢是你用啥较济？看影片，看影片，啊，静稳的，无定定咧用。无定咧用。嘿，其实电脑用途非常的快，啊，你若是介无熟，啊，你看久啊，摸久啊就熟啊。哦，即摆要来考试啊哦。即摆考验是对大甲细，大是放在1，上细是放在6。哦，安尼知影无？知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听大家开始，你开始形容。加油加油！开始形容问问题，问一下。是会当食的物件。安尼你敢知？你那边，嘿伊啊，啊你那边咧，你那边咧。袂当讲。啊，记咧，甲海后边，海后边。啊，有，继续。好，啊，你来讲啊，你来形容。过年的时阵会食。会食。我上细是伫桌顶的运动，哦，桌顶的运动桌顶的运动。啊，有啥物色水？伊是感觉色的。哦，安尼敢知？干嘛写？顶上细放第5个。好，来，安尼你两个。边两个人就走，加油！轻轻啊好来，啊，用搬起来嘿。啊，望看卖上啊，你大这放在哪？你们放在哪？是啥？好，放啊，可以。好，安尼就好。啊，继续。我中的是一个用球咧拍。啊，来，好。上大。是用棍仔咧拍的物件。用棍仔咧拍的物件。那咧然后拍。伊是两个字。我是伫海边咧耍的，啊，有4个字。恁空第4。啊，叫你抗在是的。嘿，好，来，两个做伙搬嘿。上大看袂出来哦。恁空第3个。你讲第三。空第3个。好。啊，刷落来上大。阮上大的是一个坑爱弹入去，啊，迄个坑伫。顶开第2个，头壳悬顶。你讲有一个空伫咧头壳悬顶，啊，你爱改。看头前。哎，物件放入去。好，阮上大的是好，阮摆好。台湾的南部一个岛，会使游水。好，安尼恁坑第1个。你讲啥物？会当收水哦。对，恁坑第1个。啊，你敢对？你看想要确定一个无？看有换位无？有无？恁中迄个，嘿，啥？搁形容一个。嘿，搁形容者。海边一个运动，海边的运动，海边款好啊。啊，你讲，好，听你的。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。安尼就好啊，所以拢选好啊，确定哦。快点。好，来刷。好，到底应该在身上安尼摆来摆去，顺序是对唔对咧？现来讲。哦，表现了真好哦，尤其是静温，哇，一直讲，哇，敢若甲咱两边拢的迄个默契拢牵做伙，真厉害，拍破啊一下好无？咱即摆来看觅到底对啊唔对啦？好，咱第1个是啥物所在？小琉球。嘿，啊，其实吼，咱看这汉字拢会读小琉球，对毋对？球对。啊，毋过咱若不管去到啥物所在，咱拢爱问一下在地人。啊，恁的这个地名是安怎念较好？其实因拢是念小琉球。球咱做伙念一解。小琉球。对，小琉球敢有比篮球搁较大？有，安尼就对啊。所来篮球敢有比沙堡排球搁较大？沙堡排球就是甲咱正式咱伫咧室内拍的排球，伊迄个寸球是差不多啊，拢共款。啊，只是伊的材质的无啥共。啊，咱的沙堡排球敢有比野球搁较大粒？安尼恁就对啊。啊，头先恁野球是安怎讲？用一个棍仔咧拍。嘿，用棍仔咧拍，对不对？啊，恁敢捌算过即个运动？有。冇算过吼。好，刷来后一个是啥？乒乓。无毋对，有啥物色的？头先有讲过。唔熟，甲袂熟。
干嘛写？干嘛写？可能拢有一寡差别啦。哦，上尾是啥？有人讲到过年爱食的，过年爱食的敢若是咱的营养嘛。一样啦，啊，毋过会记，敢若有人讲到是啥物人讲到？哈哈，真分。可能因兜的嘞拢食粉圆啦，因兜的嘞无无共款嘛对。拢总6题拢对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安尼后一关注意哦，哦，看卖啊到底有法度甲，就上尾一个金箍箍全部拢摕去，准备接招，恁来个！总讲一句，两个人甲动物赶转去因的厝，另外2位按题目做句。你们早赶起来进前，讲到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金箍箍。探险队员，恁的骹手要较美哦。哇，啊恁手摕这遮古水的房啊是啥物啊？敢会使甲阮介绍一下？这是阮保阳乡的特产，特产哦，啊伊叫啥物名？朱米弟弟，朱米弟弟哦。弟弟，哦，啊这是，花椰菜妹妹，诶，看起来敢若花椰菜阿嬷。伊是妹妹啊？对哦，哦，伊个头的造型敢若爆炸头，敢若阿嬷有当时会电安尼啦。叫高水的呢。真古水的，啊是恁遐特产，啊有特别好食啊，对，特别好食啊。特别好食。啊，恁大刚敢会食？哦，所以后摆阮若去保养，就爱一定爱食这啊，食恁的煮米甲花椰花菜。椰菜。哦，多谢恁的介绍，而且哦，我头先有得到一个消息，破分受考过台语认证的哦，真厉害，抱声互伊一下。考这我知影，敢若爱考听力嘛，爱听，啊敢爱讲，爱讲甲写拢有，拢有哦。爱听。啊，无我即摆啦，咱连要造句嘛，无即摆先你造句者，两个词就是好收即个所在，甲台语认证，啊，你家己斗一句出来。好受国小的阿明，伊考过台语认证。大声吹咧！你讲好收国小的啥？阿明，阿明，是啥？阿明是啥？你就讲好收国小的破分，考过台语认证。阿明，你是讲你讲笑话哦？真贤造句，即摆就交你啦哦，要开始正式比赛啊！好，啊你通下去问下啊，来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噶！你要先牛啊牛啊！哦，啊先去抄屁啊！加油哦！一点解？哎，出镜啦！紧来，卡过来！哎，下落！好啊，较轻的哦，要到哦！快头！轻啦！一个好啊！哎呀！轻啦！到来哦！抄屁啊！哦，较别去，抄屁啊！紧来，较别！好，会使，等下，来开始！阮去庙口赢老的，哦，对，屁股靠养老嘞！我去庙口赢老咧，对，后一题。好，一个够，那要关了。真简单哦，一只就甲讲出来，我去庙口赢老咧。安尼有可能4个题目拢会得过。系啊，来，甲狗仔讲物件哦。即摆上困难就是下底。你别再拍狗啊！用你要有一个啦爱。心呐，你要有爱心。哎，哎，轻轻咧，看头先你，哦，要记，好，来，大家拢准备好势，下来就开始考试。好，水，赞哦！好，爱进去，好，哎，跳哦！哎，会较咪记的哦，跳伊的头先入去啊，一看有较细。快，唔是拢挂喺狗仔内面啊！跳。会使。轻轻咧，抢一边嘿，一个人，较紧嘞，好，好，啊你甲动起来，嘿，好，比起，像恁汤咸伫耳啊内底。好，对，来，紧来，哦，这收哦。收哦！收上难你袂使拍啊！点？我看你大把打破，你受伤啊啦！好，时间到，好，时间
咱来看觅啊，恁头前的题目是啥？第一个题目是庙口甲迎老日。哦，头前是安怎讲？小弟弟庙口咧迎老日。你头前无讲小弟，你敢若讲我去庙口迎老日。上简单上直接，啊，而且迎老日这个字有一个这个歌甲这个鼻音的恩，嘿，迎老日。就甲迄个咱输赢无啥共款，又加一个音出来，哎啥？做一个赢老日，嘿，赢老日，这是一寡淡薄仔美感，互咱看觅后一题刷落来。静阮你感觉刷落来通安怎做句？大家拢准备好啊，刷落来，阮就出发。对啊，上简单啊，树林糖甲鱼啊，这就高资源呢。一定拢是拢安尼食，甲步步啊，踢咧鱼啊。因为有当时啊，我无想要听，有人咧细细粒，我就甲踢起来。敢是安尼？毋是啊，啊无咩安怎做句，恁搁试看觅也是。问者你讲看觅。外耳啊，听到有人讲要食树林糖。啊，会使呢。很好诶。好，咱来看觅恁拢总摕到几题？拢总摕到3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3个金扣扣咧。保险来小朋友介厉害，破色搁吹落，3个摕宝藏的机会，真有可能摕到。敢摕到咧，很来到。好，3个的机会啊，会当讲是凉凉啊选啦，应该是无啥问题啦。一定会当甲礼物砸转去。啊，你想要先选倒一个动物？长尾山牛。确定哦？确定。好，安尼手甲放起。轻轻啊！应该是无可能遮准啦，咱来看觅下一个。第一个金箍箍，长尾山牛，请起落。哇！水钓啊！哈！颁奖！颁奖！哇！出马啊车！啊，你第一个金箍箍就甲摕去啊？来这里互因为冠军无啊。啊对哦。顺德强的哦，对，我知影啦。其实因来这目的哦，就是希望甲保盐真好的农产品推销出去。来，搁互恁推销的时间。你。朱咪弟弟哦。注意，阿哥有啊，阿哥有啊。啊，来买就好食哦。就这样。好，你是毋是开始紧张？我想讲后一个就是你，后一个真正是你。来，开始。开始。保养香的花仔菜真好食，紧来买哦。对啦，真正足够的。咱这保养的来的小朋友，就是敢讲、敖讲，唔免惊，所以台语才会讲甲这么好。你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欢迎光临。